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福喜来呢个节目，讲到你客家嘅文化切对。做唔得，冇讲到你客家嘅戏曲，讲到戏曲咧，当到嘅乡亲朋友都当好看。我记得我细细嘅时节，还会听爸爸妈妈去到嘅苗片，有冇千面腔下来看戏曲嘅表演。不过你啊，戏曲讲述才会好，热来热少咧。不过要当到嘅后生人咧，业余嘅挑热，按样嘅创新，所以今日咧分享基本係後生人咧分享，佢條形容因為假日戲曲咧，一開始都繞場嘅係呢個曾志怡分享。大家好，我是曾志怡妹長，我是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客家戲學呢嘅第5屆嘅畢業生。大家好，耶，分享是第5屆哦，第5屆，所以你算是很大的大學姐，同冇？很前面的，畢業同幾位啦。真嘅，好，聽到個繞場嘅曲容係呢個後生人吼，哇，非常嘅後生嘅係呢個葉妹分享。大家好，我是易偉，今年就讀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大3。然後很高興今天來參加《福氣來了》的活動，的節目。有一些更重，知道因為他們都一直負責是幕後，因為都是幕後嘅管黑。古總，你看今天要來上節目就有一些更重哈。來，聽那個繞場嘅，記得係向題哦，叫做後生音，好是相分呀。大家好，我是郭義祥。我在新樂園擔任就是幕後伴奏的工作，很高興可以來參加在福喜來呢個節目。分享，大家有發現冇哈？因為有按勇嘅自我介紹過後，他是不是覺得幕後比較不會壓力這麼大？那個意味有沒有？有沒有意向？有嗎？哈。然後目前是不是壓力比較大？很多的。躺基都要用講有按勇嘅感覺哈。不過今天真的很開心哦。你看到這麼年輕按後生嘅人，其實有加入到戲曲按勇嘅行列哈，我們就覺得好像我們原本覺得冇希望嘅地方，又有一些希望誒哈。係後生誒。真嘅，唔過哦，大家會知道挺有意思。為什麼？因為講為什麼佢都按後生，為什麼願意會加入加入戲曲嘅行列？要不要來分享一下？做得。其實青農你學教嘅同學都會講係本人偏落戲嘅，唔講唔偏啦。真嘅做留下來都係到後來都有興趣。唔過因為我係國小5年生，因為嗰陣時是20歲嘅時節，嗰陣時就去考戲劇學院。咁其實一開始應該算係我媽媽自家。佢當上去做戲劇嘅演員，真嘅，冇錯。佢就對呀隻東西都有興趣，不過佢苦唔差。嗰種嗰陣時，佢就說誒唔掂捱乜嘢，咁有啱嘅興趣。嗰時我準備去考試以前，佢就先推我去看嘅永興採茶劇團嘅佢哋嘅演出。跟住我看嘅時，佢就觀察我講誒，我咁看到非常嘅認真，係唔係真嘅我都中意。跟其實我蠻神奇，因為嗰陣時看係野台戲，跟其他小朋友啊。就走來走去，我嗌咗迄個較特別、較奇怪嘅小朋友，嗌咗非常嘅認真。對一開始看到水面，嗌媽就講亞生人應該做得，就直接本來送落去咧。所以你昨天講係同媽媽圓夢，啱唔講？算係有啦。唔過你去過後，你自家也有興趣。其實咩係常常咪一開始訓練，當年會吃到咁辛苦啊。我有非常嘅失敗，還有非常嘅艱苦嘅時間，因為可能會上不卡，嗰陣時還用嘅電話卡，我擺列嚟大天發轉不卡。你有經歷過電話卡的年代？不好意思，然後那時候就是大天王時，可能阿爸阿妹接到天發，然後說喂的時候就冇自己會緊跌下來，因為當時你是因為帶啲好高啲維度，係我禮拜5按部條章做啲轉不卡，個禮拜日按部條又轉到好高，係唔過到後來我咪係常常就知道，其實我對戲劇啊，唔單止除啲我經出嘅練習嘅過程當中，啲都懂到嘅成就感，再過我咪知道。因為我認識佢，我就發現到佢見到非常嘅強，係非常嘅珍貴嘅素材。真嘅吼，其實聽子瑜按用講，大家會知哦，因為一般嚟講，佢同一般嘅太後生冇共用，國中生呀、高中生一樣。因為你睇大家係每天都回家，如果係講去到戲劇嘅學校，你就要住在裡面。冇錯。對，是大家按共下講按有嘅團體生活。故說唐遠你就會知道講，哇，大天發嘅時節有冇跟唐到媽媽嘅上映嘅時節會給子，因為你等於是好像去。其中去周邊嘅共用，有冇？對誰來你來講，你就會去周邊，你是完全的隔絕，而且年紀這麼小，對不對？你看這是子瑜的部分哈。那來兩位，你看，因為兩位是兄弟，對不對？你看也一樣，趕入的戲曲嘅行列是怎麼樣的一個緣分？
就是从小嘛，然后就是妈妈在做就是戏曲这一块，然后就跟着妈妈一起接触，耳濡然后目染。对，然后就慢慢的也会有一些兴趣，是，然后就一起投入这个行列，这样一起。那这是哥哥对不对？那哥哥嘞，阿公，也是一样。对，基本上就是妈妈就突然问我们说，你们要不要去学？妈妈突然问，对，就直接说你们要不要去学后场？这样，我说好啊，可以去学看这样。对。但是你进去之后呢，就比较进去之后就学出兴趣了，就有兴趣了。对，泰卡扣的五迪吼，我们先简单讲一下，就是因为子瑜就是幕前的嘛，对不对？是在台上演的，因为演，你们两个是各自负责的是。我负责是舞场，OK。我负责是文场嘛，所以你看文武场，文武双全。有你姑说亚就亲有兴趣吼，你看。亚就会他们各自负责不一样的地方。不过，给你真的亲粉印，还有特别带来你们自己觉得很能代表自己现在工作，而且又很有感的一个物品，什么？要不要子瑜，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亚炸东西，这个真的很令人羡慕。冇细个哦，有冇？可以吹冇细个，可以吹冇细个。其实亚炸东西，他跟你很久了，对不对？同几位，因为我拖戏剧好演拖了12年的时间。哇！嘿，因为我过5年先拖太后毕业嘛，古送的亚松还嘿我过中的时间就开始做的。嘿，做到。等一下，所以你脚也没有长大，脚没嘎胎吗？应该就唔会胎啦，就身高差唔多，爱用爱。OK。不过就係因為身高關係，我將愛做愛用嘅算係高鞋，就看到其實佢高度係比你一般嘅看到嘅踩鞋還要高。哦。係因為個這種是我同其他人做戲啊對戲嘅時，我就會懂愛，故所以我就會比其他人還要辛苦，就會練亞松高鞋。哦，所以這個這是針對大概某你嘅身高可以專屬定做係冇？它是有分高度的。哦。不過因為我身高算係較矮，我一定會做最高的。OK。然後因為我以前嘅行當就會輕移滑蛋、強移滑蛋，我說給我是強移滑蛋的踩鞋，它就是這樣子，然後會有愛為狗突。給大班 Andy 松課的時間會上這個主修課嘛。跟因為呢 Andy 做戲最基本的，我練就會腳，你嘅腳蹼圓場，而且我要圓場。跟其實夏末的跑圓場很辛苦，因為以前就會規定我們一定只能跑半步，總得超高。OK。係，故所跟我是 Andy 練亞松鞋的時間，就是時常會用手嘅，就利用條腳啊，利用幾腳，用踏墊。然後我們這樣綁住，2隻腳綁住。像我們玩那個2人3腳按用你，不過2人3腳是跟別人綁，對，是自己玩，是自己綁自己，是不是？對，自己綁自己。我按用踏一天踏起來，給你在跑圓場的時候就要搓。不過一開始這樣做按用的鞋的時間，會吃到非常的跌倒啊，會非常的容易就怪倒啊。不過悄悄的，因為同期就更來更有感情啊，就知道。佢咩本來知道都有痴心，因為我啲舞台檔就較高，就大班人會較正。韓國佢就真係喺我當初要給咧丟大嘅東西啦。不過泰卡就提供要真贏，你要成為一個演員，站在舞台上，你看這個基本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泰卡在加工呢，有沒有這個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就是這樣的道理。我想文武場也是這樣，對不對？要分享一下，跟你帶了一些乜嘅東西。哦，我帶來的這個樂器是板。好特別哦！那這個部分就是在打鼓的時候，領奏比較重要，所以我們就會用這個部分。所以它是怎麼樣？它是這樣敲嗎？對，這樣子敲。很好聽哦！他真的很節儉，有沒有？只敲一聲有嘛？懂他噶？這因為很像是我們看給大追鼓給誰相聲或者是單口，就是主板快速的時候那個主板，它不一樣。對對。OK， 所以這算是你的武器，聰某。對，也可以這樣說。它可以很大聲，也可以很小。狗大大，我用一下。對，但這是狗，大是有。你們是要自己聊些很專業的，是不是？因為弟弟呢？我帶的是這個是2弦，是2弦。對，因為2條弦嘛，所以客家人會叫它叫2弦。但是很多劇種都有使用這個樂器，對，就是像包括歌仔戲啊，或者是傳統的客家山歌也都有使用這個樂器。那他們叫它的名稱也會相對的不一樣，因為它是椰子殼做的，對，所以歌仔也會叫它卡弦，就是歌仔戲，或者是椰胡也會有人這樣講，是因為用椰子殼或是像椰胡，他們的聲音跟一般我們好像我們二胡不一樣，對，它會比較高亢，然後比較洪亮。
所以在任何剧种，它几乎都是用就是主胡在演奏的乐器。哇哦！而且泰嘎会知道，他们拿出来这个声音一拉出来，可不是我们一般听到的那种曲牌。对，他们这真言就会你在舞台上会听到的那种。我们以哈嘎希卡来讲，就有很多哈嘎希卡的曲牌。你看我一直不敢讲出曲牌名称，因为我怕讲错会被他们笑，有没有？我可以讲出像漏闪钩啊、闪钩字啊，然后响伴，黑某就有一些小调，对不对？就会按有你，然后加上就文武场一起。按勇其实都得讲係节奏组啊，按勇嘅节奏组可以大家相会按改哈。其实记得还有青岛嘅故事都得同大家来分享啊，譬如说舞台上的经验呐，对不对？有没有什么？这个演出的时候遇到那么个神奇的事情啊，真劲哈！所以请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先聊一下，啉下茶，等下咧讲过去，你上咧问，到底几条线出嘅世界有冇个神奇嘅故事好讲？太师不够，不够啊！太师，太师，已经那个开山步已经失落了。怎么想？放心了，在昆飞是一发了。感谢师傅。太我各人将巴山破开，叫我娘出库。嘿，看到的是宝莲灯、宝莲灯，大家知道有没有觉得你们看起来对，懂有眼推哦，那是2008年的客家电视台播出的戏剧，而且还入围金钟奖。哇，对，真劲哈！你们这个2008年，我问一下，你那时候几多岁？6岁。哥哥是8岁，差不多念。国小2年生，差不多哈。可是你想看你6岁的时间啊，大家就如火如荼的得走戏卡，而且那一年还就是得奖，对，在金钟奖，所以真赢太敢看一了呀哈看，因为大家都算是在戏曲界也算是资深啦，哈。摸一下安永看跟他的影片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其实真嘅，就係喺班上就看起來有年頭，係嗰啲布景啊，還有佢做嘅衫褲，因為從一下真嘅就見來見多年過去嘅，你自家咪有新嘅想法，係講呢畫種嘅鋪貨，你自家可能會揀啲動作嘅時候，你可能會用平常時畫嘅流行裝的亮片，你自家會用，嗰時候真嘅佢大班起來就冇強用咧，那亮 V 咧。刚才看到感觉很勇哎，我觉得以前的片子也相对的，就是有更加的传统的味道，可这是好的哦，对，这是好的，有不一样的风味，就是跟现在的音乐还就是比较不一样。你看他就会注意到音乐，有冇？因为给他文武场，所以你刚才对音乐就比较敏锐，从冇，对不对？哥哥也是安永影吼，舞场的部分。就比较会去注意听这个部分。是，那你刚听觉得？以前可能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可能就是长辈们比较没有接触京剧的锣鼓，刚刚听就比较觉得说，可能呈现的没有这么的完整。就现在如果进学校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对。可说实在的，安永给文发真的是博大精深，其实它有它一定的历史的脉络。那以前泰卡宽都给谁？你看它很传统，你看子瑜会说很传统，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会在外台会看到很多公司开发泰卡都天师送宽都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挑战。你要把一个一直在外面可以说
大家伫录影录 live 有冇？你的 live 跟像流量给时节都在 NG 有冇？都在重来，你说 live 就冇有冇？其实公司才发，以前我们的前辈们就会 live 演出，有冇现场有按导给你，不过你黑洞他们真的要行一个样旁给时节，他们会不会不习惯？会，因为他们要熟悉镜头。黑某，然后熟悉就是你知道灯光 V 耶，对，以前就是我就是照顾前面嘅真景来看戏嘅观众就做的，不过要他几个照顾嘅镜头，所以其实他们也是很辛苦，所以大家会看到哇，你真以为流量嘅时间，你看灯光。那时候是一个突破，布景又是一个突破，然后导播也是突破，因为以为有没有用个镜头，然后有时候音乐也是，你看现场流量嘅时间还会倒数羽毛，而且你会同所有嘅演员讲哎。5、4、3、1，你开始，然后我们唱，你知道，他们其实是都要听令的，对，鼓手还是有蛮多的适应，所以你们都有，后来你们有真的都有参加录影跟怎么样，聪吗？要分享一下你们后来自己参加录影吗？你知道我们有帮你准备一个你过去参加录影的袋子，可以很不想面对，因为这研究是无历史。嘿，叫是这研究，我记得是2009年嘅松露机。那其实叫是咩係第一擺去錄嘅戲曲嘅錄樣嘅版本。嘿，叫是就係之後老師，因為同之後經常就師徒關係就咁親的吼。嘅叫是嘅出去就之後經常就講，幾年來做藝嘅新人嘅，咩藝咩學到嘅，因為一係我要國聲啲嘛，我就說一開始我就。這個龍頭就好誒啊，所以冇講乜嘅法啦，唔講係喺度競爭，對，所以有黑歷史片段。有，所以感興趣朋友你要繞講大家，叫下來看一看，記到之前的染出嘅片段。這就是那個志浩老師，志浩老師真的好美哈，美，對，所以很快就可以，這是你嗎？而且這樣子就懂皮啊。就我喺揸都市動搖，可是有台詞嗎？我記得後背有係啲下上啊咩嘅都市搖係咪嘅？哇塞，你真的安永跟演出，你看这是比較後期的錄影，你看跟剛才看到那個寶蓮燈就有才，哇！不會，我覺得很棒。沒有，來，這個學弟們不用一下，剛剛看到剛剛用。你們真的好壞，什麼意思？不是，很不給面子。哪個？畫面太少了，不夠看。你們也有參加過錄影，對不對？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們流量給感覺？錄影哦，我覺得印象會比較深刻，就是演員有時候因為壓力很大，就是可能因為他一個出錯，可能就咔就要重新來，所以演員有時候壓力比較大，他可能就是一個段落可能會錄比較多次，就是會比較辛苦。那當然的印象比較深刻，就是比較早下班的時候印象比較深刻啊，就是很順，排練得很好，大家就一次就過。深刻的事情，流量順利。可是流量對你們覺得對文武場有什麼影響嗎？對文武場有沒有影響？就是比如說外台，你們有外台的經驗吧？有嗎？外台哦，外台的話跟錄影就是。外台就是比較火嘛，就是可能突然演員要唱什麼東西就來了，但是錄影即興對，但是錄影會有排過戲啊，所以就是它會有個固定的模式在那邊，就是比較不用那種即興那麼臨時。真的耶！那哥哥嘞？對我們武場來說，錄影最麻煩就是久坐啦。就是因為我們就是9點進去，然後就10幾個小時泡在那邊，就是一直坐在那邊，一直錄。對，這真的是職業傷害。公媽懂從錄你幹，真嘅。告訴你，可是你演外台就不會這麼累，是不是？因為想說外台就 live 演出有沒有？周退就2個小時就結束了，然後就休息。錄影就是10個小時。我沒有想到他會說。久坐很久，很像老人那種要給自己。你講亞真研就會，你看黑上癮有沒有參加錄影跟沒有錄影？但是都是不一樣的經驗的學習，對不對？我們跟大家分享哦，哈卡天師這個哈卡 HQ 哈20年的這個里程碑，大家就底嘛，因為今年黑哈卡天師20周年，就得講嘿哇一個，你知道像小朋友黑講你黑 baby 有冇？都20年的時間，你就是已經成年禮了，所以你看哈卡 HQ 哈卡嘅 HQ 要做到20年的哈，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一個里程碑。故說泰卡迪摩呀，我們的 podcast 也可以聽到客家戲曲。
对，就是他甲戏曲黑安永影，就是说，你当然可以看电视很棒嘛，对不对？可是黑个某法图。看给时间有没有？你用听的，好像在听戏，哎，你可以刚狗要亲吼哈。故说我们的 podcast 是有的，唔够，大家知道吗？至今我们播出了几集？你们要不要猜一下？你一定会猜得很接近，因为你刚好偷偷问我。对，我偷问。我们问两个那个黑长给帅哥会800多集吧。好，来弟弟觉得1000多集。哇，我们来看看答案是什么？哎，你看，哇，我们到现在已经有1140集了。那我们看我们有几个剧目，好不好？好，来哟，200多个剧目，哇，是不是还是很多？哦，虽然说每一年的数量不是这么多，可是累积下来也是很惊人，对不对？再来泰卡迪，我们跟多少个剧团合作？你看。20几个，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说，这是一点一滴的努力。我知道它还是慢慢的在消逝，可是我们还是很努力，让它的消逝可以减缓，对不对？这也是因为为什么给你 TPA 有像3位了都亚片跟演艺，就是你们就是我们注入的心血，所以戏曲的未来。就靠你们了，有没有阿里青台？我们一 Q 哈大边，好不好？我们黑 Q 哈大边，问一下，来，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喜欢戏曲，为什么会喜欢戏曲？刚才是因为帮妈妈圆梦话越来越有兴趣。对。那亚哈还是喜欢，很迄综艺，虽然亚哈无真正伫咧做戏曲嘅演员咧，不过对我来讲，戏曲对我生命特别都算係非常重要嘅一部分。我们係对训练开始，还变成演员过后，因为我知道，戏曲真正係咧。是要大家去注意一只艺术，因为佢真正动讲，韩国我知道戏曲演员真正要经历多年的时间，长做的变成一类演员呢。故说无论係训练的过程啊，都係当初之外，大家看得到戲曲非常強的素材，韓國大擺演出，你看到的雖然係強出戲，不過其實大擺都會全新的，因為無強嘅節奏會有變化，還有演員自家嘅情緒，大擺嘅感受都會無強。故說我係知道係一類非常珍貴的表演藝術。意思是講，就算是那種很經典的戲曲，你第一年、第2年，你總是不斷的再重新去演出，它還是有不同的樣子，感受也會不一樣。本大家冇聽過感覺吼，所以了是係講，你家戲劇吼，其實到了按多年咧，客家電視也做了20年咧，其實佢肯係慢慢日來日上人看，日來日上人做，唔過你肯係希望講，就算係按樣人吼，大家一些嘅力量加起來，肯係做得慢慢落去推進，你係你希望做得創新下戲劇一隻起台吼，所以還有嘛個精彩嘅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常常嚟講。今朝分析就在繞牆頭，你講戲曲好人嘅後生人來到節目底度，讓大家都分享吼，客家電視20年咧，客家戲曲也20年咧。公告嘅時間有冇同大家的大嘴鼓就知道講，哇，這個子瑜亞磊都獻唱了，然後你們2位這個文武場也來到這邊，好像沒有即興一下是周唔得，對不對？所以要不要來即興一下？即興一下，真勁係水來水地哦，真勁周得哈，我們做過誒，真勁短的就好了，短就好，因為我怕我就是說好來，然後就演20分鐘，有冇？這叫一出戲，真的周得哈，那我們就掌聲歡迎方洋。你是面，客家戲曲鬧連連，拍手，突然好突兀的感覺。没是很想继续看，因为你看大概有发现梦，你看子瑜唱起来，他就会有身段，对，他就某用一般的流行歌手就唱出来，然后他就会忍不住有身段在这边，就觉得好像刚刚唱的有点短。我觉得哈尼拜。我们准备更多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安永走点好，哇，刚刚有考试的感觉吗？有。你不是说录影做很久？你看，你不是说你们喜欢即兴？安永走点好，我们这样就把这里当外台，安永做即兴啊。会紧张啊，即兴的时候就是演完就没了。
你现在演完就没了，会留下来，你影片会留下来，你跟某周重播跟时间就会说，你那时候怎么拉成这样？没有，大家刚刚很棒，谢谢台嘎哈，因为真的是很即兴哈。不过更多呀哈嘞，那来到复习来台嘎就底哈，我们有一个单元就是有话快快说。你们知道哈，低哈，所以也不知道我会问什么，对不对？如果安永要单眼给 T C 哈，我是不担心子云，只要担心易伟跟易翔，就会问问个问题，总不得凶 kick you， 就是要赶快回答，真心话。对，哈，准备好嘛，我来问一下第一题哈，就是不能想很久哦。好，莫一嗨，第一好是戏曲嘅歌唱底度有冇个本意很想表戏嘅时刻？有，这么快？你看这马上有。过上5年生的时间，张一平，因为一开始爱学嘅弹子功就会打琴调，嗰种时其实一开始爱学嘅就係你倒立，係倒條旗。嘅其實倒條旗嗰種時，可能演辦學啊，20人3同學啊，其他人全部一個禮拜就倒條旗收起嚟。唔過捱閒忙，係捱差唔多練了1、3年，嗰種時經常就跟講啊，你不適合啦，你不是。嗰種時其實醒完之後就非常的感慨，就想講哦，原來挫折，對，就覺得說哈，我可能捱這年冇辦法，不過後來捱阿妹就被捱啦。不過嗰種時後來捱參加嚟就捱去家會比其他人較做紅蟲，去家來勁啊，嘛家天天的甜台家。是，所以你看还是很辛苦的勾场。对，而且1个月我觉得还好啊，已经太慢了，是不是？开达人要2天就会，是不是？对。哇，真的，你看这下次要做一集这个有没有这个如何这个基本功的这个训练跟勾场什么？那2位嘞？遇到最大的挫折，这有什么时候是让你最想放弃的时刻？最想放弃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会想放弃了。哦，就是可能就是演员要跟腔，就是要唱歌，但是演不出来，就是演不出来，那怎么办？可是会让你想放弃哦。可是应该是演员跟问题黑唐也黑这感觉不能这样子讲。我们身为乐师，我们要想办法的让互相配合，对，互相帮衬。所以那他们没办法，我们没办法帮他们伴奏，他们就没办法演嘛。人家说前场3分，后场7分。是。对，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他们，那他们就没办法表现。对，妈妈感谢啦。哥哥有吗？很猛。在学校排练的时候啊，就那一次就是我排练都排不好。是。对，然后但是那一次排练也就是突然就被叫上去了，就去救场，但是救不好，那时候有被老师骂，有点挫折，就是有点当下是真的就是我真的不想打，我不打这样。真的，因为大家都很年轻，然后又学一个这么传统的东西嘛。莫英嗨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演出经验？来这边先。最难忘的演出经验就是第一次吧，就是第一次。你的第一次是在外台吗？不是，应该说公演的第一次。哦。就是大型的。告给公演。嘉里剧团的。OK。就是大型的公演，然后第一次，然后就是去编家里的音乐这样。哇哦，你还要负责编曲哦。就是第一次嘛，所以才会印象深刻啊。是，压力也会有很大。对，安永所以印象深刻。很棒，哥哥有吗？我吗？我是印象比较深刻是那个啦，中山堂的演出。OK，就是第一次到那种比较大型的剧场，不是剧场，就是大型的，对。子瑜有吗？英雄农村迄嗰陣時做野台戲，因為演學教出來，大部分都係啲劇場啲會做戲。你看，就不一樣嘅經驗。冇錯，不過嗰陣時有一擺係嗰陣時係一開始係配合學教啲腦會做野台戲，幾擺捱就會做刀馬旦就野出戲，但是這是在學校裡的，後來野出戲棋盤上捱係做挑選頭。那因為呢嗰陣時係捏天使動捏，捱又做到安陽戲，還有狐狸毛就。捏到誒，我參加啲舞台當行會分體。哇哦！不過我嗰次嗰陣時就藝順風嘅演員，因為基本來就係同我們就是一堆嘅啦，嗰時候就按用班的愛，就非常會刺眼啦。係嗰時候英雄動成真嘅。這個我覺得很想問，就是每一次按用給順利利演出結束之後，你們很用誒來犒賞自己？好像沒有誒。因為我覺得說順熙演出佢就會演員基本會做到誒。你沒有想要去大吃大喝嗎？
不会，就觉得说顺利演出是演力给责任。OK，哇，很棒哎！那2位嘞，不能一样答案哦。检讨哪里没有演？什么？对，那演完了要检讨。哎，这里做不足，要你们，我不相信你们，可可哎。我每一场演出负责事情比较多啦，所以我一定是放松。你看，他比较真实，吃东西。你看。我们太有责任感，因为我一场演出下来，我一场演出下来不是只有打鼓而已啊，对啊，我还要做灯光音响，所以我下来一定是放松。你看这很真实，你根本摸不出啊！你看，真的，因为你就是先放松，你再来检讨。比如说你可以演出一顺利，我说是顺利演出，我们也是来开会呀，检讨一下哎。我们也是马上哎，就是说哈，刚刚有那一片没做好，我刚刚那一片没冲好。好，回到家有放松啦。也是在学校里，好累哦，我觉得戏剧演员好辛苦。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才一直进步，没错嘛。好，最后一题，莫一嗨，演出前会紧张吗？如何克服按有个紧张？我先哦，不会啊，一定不会。其实无论作为几下摆冲出去都会紧张。不过每次都。压在舞台本来就会非常会神奇的素材，一开始你都紧张，不过你一走出那个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会不用睇爱气噶，爱唔係阿自己，係愛氣噶就係壓在角色。一開始當然，一開始長出來，還會有啲會準啦，不過你勁衝就會勁投入咧。會嗎？要怎麼克服？譬如喝什麼飲料啊什麼的，深呼吸啊那種哎，會嗎？会紧张，但是深呼吸什么其实都没什么用，没有用，是不是？好，对，都没什么用。那怎么样？那哥哥这边，缓解紧张应该是对啊，逸翔说的没有错，就是真是没有办法，尤其是在录影的时候，你像5、4、3、2，你下去那一下，如果不是音色的话，就会很尴尬。对，就会重来吧，就会对不起大家。但是。基本上重来的机会都留给演员，很少会再重来乐师的。你们都躲在后面啊？对啊，你们如果失误了就哎呀过了。对，人家演员有失误，那演员要好，所以就是常会留。我们会上诉，对，就说他再一次。但是演员他每个人负责的台数就不一样，他们出错的几率其实很少。是。我们整出戏都在那边演奏，那我们如果每个地方都要重来，那拍不完。对，是，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有没有演出是全部的人，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共同用他的完成按钮给一个成果，对不对？哈，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棒哎，我觉得就是听到年轻人分享哈，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经验，我觉得很特别。我们最后一题，我们问一下这个子瑜莫一嗨，就是其实你有帮忙推广。对，冇錯，因為其實我啲睇好教嘅時節，好教就會拍夏令營，嗰陣時好教就會時常就會想講，阿自己當好新營嘅，既然出來土新營嘅夏令營，咁其實土新營嘅夏令營當都會考驗，因為新營一開始你會本期知道，他家去跳當神奇就係一件沒當艱難嘅事情啊，嗰陣時英雄同城嘅係有一班嘅係土定小朋友，因為就像全部都係小朋友。跟有一次去按到三勇高字，然後裡面剛好有一段是學堂段，就係小朋友會去，我就本記得來做一次去。不過其實我發現到不要去忽視所有小孩的可能性，因為結果他們這個節拍也對，就是大家跟那個就鼠板全部都在板上，然後亮相什麼，完全是跟在鑼鼓上，我有嚇到對，那。我想幾條可能我就會跳舞，我就會問講，哎呀哈，小朋友中意嘛該歌曲，像今天的董事長嘛該水草舞，水草什麼海草歌，海草歌，然後我下一個海草，然後我就用海草歌來跳給水袖舞。對，所以你看子瑜真年輕英仔有嘛，哇，因為真年輕感謝吼，謝謝大家來到兩邊，然後大家的分享，你都教你戲曲嘅經驗，真的是很棒的故事，有機會接來。有機會接來做啲冇？做得，好感謝哇！所有嘅鄉親朋友，希望基本看，基本嘅復習咧，強龍秀舞動態，聽下來你眾人同了。好看復習來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傾站哦，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